歡迎嚟到黎博聖經教室，我哋繼續舊約福音呢個系列，今次係第2集。溫馨提示，請先下載講義，可以參考更詳細嘅內容。第1集聚焦創世記第4章，描繪罪惡加劇，從該隱謀殺弟弟到人建立冇神文明以及神嘅恩典，警告人唔好重蹈覆轍，以及勸人向神呼求，係舊約福音嘅第一項。第5章延續第4章最後一段，塞特出生，人開始呼求神，以家譜帶出神學信息，呼應第3章始祖墮落，突出神嘅恩典與救贖盼望。第5章可分3段，第一段係標題開始新段落，內容延續4章25至26節塞特家譜，對比該隱家譜，標示敬虔人嘅選擇。第2段人係神造可分4小段，結構係對稱平衡，重複出現3次，創造1次造，帶出以創造為基礎嘅主題，分別係人嘅身份、受造物及受造目的、蒙神賜福。第1小段照住神嘅樣式，突出人嘅身份係神嘅代表，原本尊貴非凡，但因選擇企圖好似神一樣而墮落。第2小段男同女，突出神創造嘅係群體，唔係個體，人人互助互補，喺關係中成長成全。第3小段強調神創造嘅目的係要賜福俾人，並透過人將福傳送俾人。第4小段起名叫人，有多重呼應，包括1章1節亞當，2章7節神用土地嘅塵土塑造咗亞當，3章19節汗流滿面先至糊口，直到你回歸土地，因為你係從土地取出嚟嘅，你既然係塵土，仲會回歸塵土，因此人要記得自己來自土地，最後亦都要歸回土地，突出人嘅有限同脆弱，承接上面4章26節以羅士名字嘅意思，又為下文5章3至32節嘅家譜鋪排，俾人感到自己嘅有限，因而呼求神。第2段10代家譜，家譜按基本格式鋪陳，甲活到幾多歲嘅時候生個月，甲生月以後又活咗幾多年，佢仲生咗好多兒女，甲嘅日子共有幾多年，佢就死咗。作者以生死交織，突出神種種恩典。1. 神嘅形象，亞當照自己嘅樣式，按自己嘅形象生塞特，呼應1章26節，亞當係照神嘅形象，按神嘅樣式創造，表明塞特保留神部分嘅樣式形象，人仍有敬虔嘅潛能。2. 生死交織，家譜9次，佢仲生咗好多兒女，多過8次佢就死咗，突出罪喺邊度添得越嚟越滿，恩典亦就喺邊度越發豐盛，而且佢仲生咗好多兒女，表明神保留對人嘅生育賜福。3. 長壽恩眷，家譜中6個人超過900歲，只有2個人未夠900歲，表明即使人喺罪中，神延長佢哋嘅生命，突出佢嘅恩眷。4. 接走以諾，呼應神為該隱做記號，同係救人免死嘅行動，但係以諾與神同行，該隱違反神嘅命令，二人嘅結局好唔同，俾人選擇。5. 安慰拉麥，家譜破格，交代拉麥幫羅亞起名，羅亞嘅意思係安慰，但願呢個兒子安慰我哋，使我哋脫離雙手工作嘅勞苦，脫離耶和華詛咒嘅土地，呼應3章17節，土地受詛咒，你有生之日都會勞苦，表明拉麥喺詛咒中懷抱盼望，未失去對神嘅信心。5章31節嘅拉麥777歲，對應4章26節拉麥77倍嘅報復狂言，兩人對比，鼓勵人選擇信靠神，唔係背逆神。舊約中嘅福音光芒，創世記第5章以家譜呈現舊約福音嘅救贖盼望，
呼應第3章嘅墮落與第4章嘅恩典，呼召我哋回應神恩。一、謙卑尋求認識人嘅有限，歸向神嘅心意。第5章開始嘅事重述神創造人嘅記載，提醒我哋神從未忘記佢創造人嘅初衷。佢照自己嘅樣式造人，賜下祝福，命名為人。呢名字唔單止呼應亞當，亦提醒人係來自地土，暗示人嘅有限與脆弱。呢個同上一章以羅士嘅名字隱含有限脆弱嘅意思互相呼應，並鋪設5章3至32節家譜嘅背景。家譜格式固定，死亡重複，強調人人都受限制，生命短暫。呢個提醒我哋唔好效法該隱自高同背逆，應該心存謙卑，尋求創造主。二、信靠恩典，喺死亡中從與神同行，尋得安慰。家譜中，神特別記錄以諾與佢同行，不經死亡就被接去，顯明與神同行嘅人不被死亡拘禁。拉麥為挪亞起名安慰，顯出喺詛咒與勞苦中仍可懷抱信心。呢延續4章15節神對該隱嘅保護，亦都超越3章19節嘅死亡定律。神嘅恩典雖然冇立即消除詛咒，卻帶嚟突破與轉化，呼籲人唔係依靠自己，而係信靠嗰位施恩嘅主。3、救贖盼望，喺選擇中等候神嘅安慰。拉麥活到777歲，象徵完全嘅生命，明顯對比該隱後裔拉麥嘅77倍報復。呢個唔係巧合，而係作者刻意嘅對比。該隱嘅後代選擇暴力同自高，失特嘅後裔則選擇敬虔同盼望。兩條道路南轅北轍，一條走向毀滅，一條走向拯救。我哋亦都被呼召選擇敬虔，等候安慰，走向嗰位賜下安息嘅主。創世記第5章看似沉重嘅死亡家譜，我哋其實睇見嘅係一條通向福音嘅隱形脈絡。喺人嘅有限中，神仍施恩；喺死亡嘅陰影下，神仍賜盼望。我哋今日亦都能夠作出選擇，謙卑尋主，信靠恩典，活出盼望。多謝各位收聽，願神賜福大家，亦歡迎各位點讚、留言、轉發，幫助更多人認識神嘅話語。